命当中，伫上帝信仰顶头会认捌。咱团练习惯到这，咱三个陪伴心，陪伴上帝，今仔日礼拜。若有智慧的人，要关心这个代志，也要少年耶和华的慈爱，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咱拢学了伊，就感谢伊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三甲来吟圣诗。学了上帝献诗435首，等咱大家来吟诗，请起立。吟诗，大家兄弟。心。
亲爱的上主，伫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感谢你，呼召阮来到圣殿敬拜你，来甲你相见面。因为你知阮的需要，你知阮的灵魂欠缺，阮的肉体软弱，所以主你的话永远刻留伫阮的心内。伫阮的生活当中，也要用主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子留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我入去，就叫阮脱离伊个歹的，因为国权能更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三角用启应文29篇、诗篇119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壁面1051页，行为无通指责。即款人真有福气，听从上主的教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追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予我袂依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依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依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下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同心来祈祷，主，你是阿里法，就是欧米伽的上帝。感谢你，以恩典为年会冠冕。伫新的一年的时，我要高举主上帝你的荣光甲尊贵。阮也要因为你的阻碍甲疼来献上阮的感恩。伫过去一年的中间，主你甲阮伫地，也甲阮同齐行，引带阮，保守阮，互阮过去的一年学习真侪新佮宝贵的经验，甲自我的训练。无论阮个人、家庭、团体、组织、教会等等的兄弟姊妹，拢有主的带领，有主的疼甲怜悯，有主的拯救甲赎回，有主的感动甲祝福，互阮的心若坚定，互阮的生活甲信仰三连结做伙。虽然阮有时软弱，但主你的恩典够业。主啊，伫过去，阮有侪侪不足甲过犯，求你赦免。伫新的一年，帮助阮学习放下旧的事，无记得以前的事，因为你要成就一件新的事。恳求父上帝保守阮，新的一年有新的快乐。新的能力，新的信心，勇敢面对试炼，来行上主的道，来荣光主，
荣光上帝。天父上帝，伫顶年，阮有选出新的团契会长，阮知这是主所赐福竞选的，也是教会的基体。阮伫遮恳求天父上帝，将恩典、智慧、能力赐福互因，愿因欢喜来为着圣工着磨。愿主祝福因，阮上加恩，日上加力来感谢你。亲爱主阿爸爸上帝，今仔日是圣礼典，要甲主来同坐道。阮要纪念主为基督耶稣降世，为阮舍身流血、受苦、受死，赦免阮的罪过，担当阮的罪。当阮领受这饼甲杯时，愿意坚固阮的信心，互阮常常纪念主你的恩典，直到你过来。亲爱主，今仔日虽然阮这做的兄弟无来到阮的中间，无论出外身体欠安，心内忧闷痛苦，也是拄着困境的，求你的灵随时甲因伫地，互因事事拢得到上主的保守甲看顾。即时，阮要来听主道理，求主洗清阮的心，安静阮的灵，来领受今仔日敬拜甲学乐，也透过科牧师的分享甲勉励，互阮每一人诚做有回应、实践真理的基督徒。愿将这信息互信主的人愈来愈加添，伫遮来荣光主上帝。阮将敬拜的时间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你引带甲带领。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启示录12章第8节至11节，台语和日本新约圣经284页。启示录第2章第8节至11节，你着写批。互伫苏美纳的教会的使者讲，做起头甲落尾的，捌死来国外的，伊的话讲，我知你的患难甲丧向，实在你是好嘢。遐个家己讲的是犹太人，其实毋是的，就是做撒旦的话，因的放毒我也知。无得惊你所要受的艰苦，你看魔鬼要将恁中间见那人ฮ็落家，互因拄着刺，因要受患难10日，你着尽忠到死，我就要用活命的绵羊收赎你。有健康的，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决断无受着第2摆死的害。愿咱照上帝话来行，来受上帝的祝福。圣歌队要学乐上帝，愿打自集甲主坐道。煞只牧师要讲的题目，我知影你的行为，苏美纳教会。
兄弟姊妹，新年快乐！虽讲今仔日毋是旧历年吼，毋过伫西洋历来说吼，咱今仔日的礼拜嘛算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吼，所以毋茫伫上帝话语的内面，咱会当有更新的性命来帮助咱过合伫主旨意的生活。因为今天网络不顺，所以我赶快拿电脑上来哦。是有网络啦，但是就是没办法。好，伫咱分享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满满的感谢，因为你愿意分别阮罪性，归属伫你家己，诚做你的百姓。阮也恳求伫2026年。第一个主日，你继续用你的圣心甲话语来坚固阮的性命。愿阮今年也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重新得力。将下面时间交托仰望求你带领保守，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的启示录的教会吼，进入第二经吼大家还阁会记得第一间教会耶稣写的批吗？多少还记得？然后毕竟以弗所教会吼，那个离弃起初的爱心吼，大家拢真熟吼，嘛毋茫会当诚做咱教会提醒吼。接下来第二间教会是士美拿教会。今天网络确实很不顺，没关系，我用这个。士米拿教会吼，伊所徛起的所在吼，就是伫遮吼地中海诶边啊吼，顶以弗所离它无讲介远啦吼，士美拿差不多伫即个伊的面顶吼，差不多50公里的所在左右吼。你若看伊甲以弗所共款吼，拢挖近伫海边吼，所以可想而知吼，即间教会吼嘛是一个会当做生理的所在。这7间教会吼，目前你若是要登去到土耳其遐吼来看吼，7间教会内面吼，6间教会拢无伊啊，你只能看到遗迹，甚至有诶个可能所剩的遗迹不多吼。但是士米拿教会吼，是目前这7间教会到现在吼，你个找到教会的一间教会安尼吼。嘛真拄好吼，伫启示录耶稣写互因的批内面吼，即间教会是唯二吼无受耶稣责备的教会，没有被耶稣责备的教会吼。伫进入耶稣写互因的批进前吼，咱先来简单认捌即个城市吼。即个城市现在的遗迹吼，除了这一张图之外吼。还有他们非常长久的那个下水道设备吼，这个城市吼，我头有讲吼，伊甲以弗所教会同款是挖近海边吼，所以它的另外一个地理优势，伊唔敢会当做生意若定吼，若是拄着战争的时阵吼，它这个港口很特别，伊用
铁链啊吼，铁链子吼，它就可以封锁港口，所以它是一个易防守的一个地理优势吼。啊，各会当做行李，啊，各会当防守吼，所以你们可想而知吼，这个它的累积的实力吼，经济实力跟财富吼，是不容小觑的吼。啊，我讲吼，他是现在吼7间教会内面，你还搁去遐会当找到教会的所在吼，士美拿教会安尼。我个人是没有去过现场啦，不过即马吼，咱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吼，也算幸福啦。我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吼。幸福的所在就是吼，亲像阮即款牧师人吼，若要准备讲落片的时候，阮坐伫迄电脑的头前吼，啊你若荧幕够大吼，你就会让科技带你宛如亲临现场般的震撼。啊，唔免开飞机钱吼，啊，可惜的地方吼就是吼，就少了那么点那个临场感安尼吼。啊，因为在遗迹内面吼，士美拿教会算是非常完整的那个整个下水道的系统，好，自来水就是不管是下水道，还是讲城市的规划吼，你到今嘛也可以当对。悬悬的山看落去吼，还个还可以想象他当年的那个风采安尼吼，而且伊是朱景吼，西元前1000年到600年存在的城市，迄个时阵它就有很完善的设备吼，可能比咱即马台湾一寡偏乡吼，资源还是规划吼，搁较厉害，吼。啊，毋过这间教会呢，伫主前600当的时阵吼，这个城市被毁灭，几乎停滞了300年。300年的时间，你敢会当想象？你敢会当想象台湾300年无发展？咱就感谢主，咱无经历迄个时间吼。啊，毋过这个城市真特别，因为伊伫主前差不多600年再加300年之后吼，主前差不多100多年前吼，他伊伫迄个希腊罗马政府的倒三江下面吼，重新起造起来，所以这个城市吼，你对耶稣写互伊的批吼，你得让看去，耶稣真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的命运吼，所以伊讲对死搁活的吼，所以这个城市你如果伫迄当时讲死而又生的教会吼，或是死而又生的士美拿城市吼，迄当时的人拢了解，因为这就是因城市甲因迄个所在人民因历史的命运吼，所以伫这个城市吼，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吼，咱来看吼，伊其实是可以很自豪的，不管是对伊的历史，还是伊城市的建设。哦，它还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名称哦，叫做罗马的花冠，就是讲迄个花冠吼，就是一个造型吼，真水，迄是伫迄个得胜者吼，伊若是有啥物比赛，拢会有一个花冠吼，甲国王咧戴的迄个皇冠是无共款的吼，迄是一个真水用花做迄款真水的迄个花冠吼。啊，这个城市的规划甲建设，我头拄安尼讲起，讲互大家想象，你们一定要发挥想象力，啊，无恁就爱家己开钱去旅游吼，去现场来看吼。他那个描述吼，我可能跟你们讲那个人家文字上是安怎描述的。你若徛伫迄个士美拿的行政中心吼，伊的行政中心起伫迄个山片的山顶吼，啊，你看落去吼，它的那个街道吼，就像一个希腊女神的项链。它的每一个建筑物非常的华丽跟美丽然后它形成的地理位置就好像一个女神的一个项链，安尼真水啊，这个项链呢，这个庙宇的设计起跟头一间是宙斯的庙啊，另外一间是这个城市的守护神的庙啊，中间加的拢是那个零零散散其他迄个神明的庙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建筑群。
讲甲袂输我看过安尼。没办法，你若讲说书人吼，就一定要讲到让你觉得哦，你好像真的去过哈。有没有觉得我好像有去过？真的是。好，这个我也是蛮厉害。好，我头有讲起吼，这个城市安怎会趁钱对无？伫战争的时可以当防守吼，所以他的财富吼基本上不会在战争时候流失太多吼。另外这个城市的特色是吼，你感觉有钱就会当安怎，就有娱乐跟艺术的产业可以发展吼，所以伊嘛是就有文化气息。我头有甲恁介绍讲，哇，那个建筑群有没有超级宏伟、超级华丽的？吼，自己讲的都心虚了。人家文字上就是这样讲嘛，因为迄前几档的代志吼，所以不过因为有遗迹吼，所以考古学吼，当然科技速度不一定会很快，但人家可以复健，可以用科技，你知道，就是重新模拟吼。所以底下活动嘛是真活泼吼。我前面讲的吼3点拢是因会当真晓摆，真骄傲啊，真骄傲的所在安尼吼。后壁这2件代志吼是因的特色是什么？我就简化那个表达吼，无因的历史讲起来热等吼。他们这个城市很特别。他们有那个政治效忠的一个特色，什么叫做政治的效忠吼？我讲过吼，这间教会吼的主景吼，不是主政长老，主景主前吼，1000年的时候就存在了。你也当想想吼，主前1000年，再加上。的前面10个世纪吼，其实安尼2000多当这个城市吼，经历偌侪政治的通敌者。这个城市吼也当过殖民地吼，但它也当过自己的那个主人。然后后来罗马政府来之后，它又变成了某一个城市跟省份安尼吼。我想要讲因有政治效忠的这个特性吼，因为他们这个城市吼，这个城市真厉害，因逐摆伫迄个欧洲吼、土耳其、亚细亚这个所在吼，若是发生无共款的帝国甲帝国的相争吼，这个城市高甲，逐摆政治立场拢选对边。他们是被毁灭在吕底亚王朝吼，那个是已经主前600年前的事情了吼。伫迄当时有希腊，后来阁有罗马吼，逐摆吼，因咧夹伫迄中间吼，拢选着赢的迄边，所以因伫迄中间吼，都会展现他们的什么忠诚度。皇帝你毋免叫我纳税，我家己纳比别人吼搁较侪，我纳2倍互你。搁较牛的是。伫罗马政府因的宗教文化内面吼，从来拢毋捌为皇帝起庙过。敢若伫一个状况死了后，因才会将因的罗马的皇帝安怎起庙，讲哇，伊是某咪神明吼，在生安尼吼，所以咱就安尼来孝念伊安尼吼。来亲像咱现代世界吼，集权国家才会有迄什么某咪人的庙啊、纪念馆安尼吼，所以这是咱台湾人家己爱反省的所在吼。毋过这个士美拿城市吼，厉害到什么程度？你敢知？不要紧，迄是恁罗马人的想法吼。我士美拿人吼，伫阮的眼光，即摆的凯撒就是安怎？就是拿神共款高教，所以我就帮你这个皇帝啊，搁活地时吼，我就帮你起庙来敬拜吼，来崇拜他吼。所以这个政治根本不要说效忠，这个是死忠哎，他永远都站在对的他永远都站在赢的那一边。好，所以这个城市吼，伫国王皇帝吼，
松快的内面吼，都会给他一些特权，叫做政治红利吼。所以因这个城市吼，伫这个时代吼，真特别，因为甲其他城市无共款咧，高度法律自治的自由区。嘿，这个城市是安尼，吼，甲后壁咱要讲的其他的教会都无共款，因所徛起的城市嘿，都无共款。政治的效忠这件，我一定爱特别讲起，因为这嘛是这间教会吼，伫信仰的顶面会受到真大的挑战吼，甲威胁的所在吼。我头拄已经有介绍过吼，伊这个城市本身的历史吼，有真好的时阵，嘛有安怎被毁坏，没有发展，安尼几百年，了后搁安怎？搁兴起吼，你一定会感觉就奇怪，这真正你爱看史料才会这样知，因为士美拿人的那个自我认同感非常强烈，所以呢，随风因受毁灭吼，差不多将近300年的时间吼，但是所到之处的士美拿人都认为，有一天我们的城市光荣会再起，安尼吼，而且好，不要拿台湾的城市开玩笑。我要勒住我自己的舌头。好，所以呢，伫这款的背景的下面吼，你得当认捌到伫这个城市要生存的教会，也是会友吼，因会拄到什么款恶当当的代志？因为你看起来牧师介绍的，拢真好啊，城市荣誉感应该是满分，好不？而且它城市特色是安怎？是科学，是医学，还有什么好喝的酒？好，盛产酒吼，恁即摆若是过去吼，应该嘛有缘会当啉到袂歹的酒。好，葡萄酒吼，安尼煞食我就要来甲恁讲，即间教会受苦的所在伫倒落吼。对耶稣写互因的批吼，咱会当看到两件代志。好，第一件代志是因伫经济会友吼，也是讲即间教会因伫经济顶面所受的痛苦吼，会互因安怎？互因送香，阁有患难吼。你想讲送香人拢有啊，咱即马兄弟姊妹嘛无真苦一下对无？还给我点头，也不错了啦。以前我同学哈，以前我跟阿浪牧师去篮球场打球的时候啊，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都存款人不多的人，然后我就说是啊，还要那个这个月又不能出去哪里玩，又不能出去哪里玩。然后阿浪牧师就说：“我跟你讲，我们布农族有一个对钱的看法。”我说：“好说来听听。”他就问我说：“那你户头有1块钱吗？”我说：“哦。”我不止1块钱，他说：“哦，那你是有钱呢。”我想，谢谢你哦，还是打球好了。嘿啦，就看咱的看公本，但是那一天就是跟他，我们都还是学生啊，就底下在开讲的时阵哈，他说：“哦，那你是有钱人呢。”这样哈，我觉得有当时咱面对咱的生活哈，要有一些幽默感。哦，你可能觉得自己钱不够啦，但是人生还是要笑得出来，是吧？从此之后吼，除非我厝水啦袂出来吼，无我大概拢感觉家己无钱的时阵，我就用阿浪牧师甲我鼓励讲，你若口罩内面有1箍吼，你就是有钱人，知无？就是表示上帝也无你欠。好，一个被鼓励吼。士美拿教会吼，因的经济会友的经济是伫倒落，伫什么所在？互因感觉着送香咧，还是讲贫穷吼，着送香。就是因为吼头前遮的他们的政治效忠，我头都有讲哦，这是少数唯一的城市哦，唯一的城市帮还活着的罗马皇帝盖庙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有政治红利嘛，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是他们的经济富裕跟那个文化还有商业活动很多的时候，吼，伫迄当时，你的商业活动一定会甲你的宗教信仰安怎结合，就是教会办活动，里民来参加一款有无？人伊是迄个那个庙宇的那个什么庙宇活动有无？
大家拢来安怎商演啊，还是讲安怎协办呐，甚至主办呐，所有的活动吼，人际关系啊，还有你的人脉甲钱脉拢伫安怎，拢伫即款的活动跟娱乐内面。所以你若是无想要甲遮的活动安怎行做伙的时阵，你来安怎，你就变 I 人。没有啦，就算你是 E 人，我用 I 人，兄弟姐妹，你敢听有？好吧，这是年轻人现在用语啦。我更简单一点讲，就是什么我们外向跟内向，好，就是，但这个又不贴切，就是有人脉跟没人脉就决定在这一场酒宴里面了。好，就在决定在这一场活动里面，你的钱甲你的人吼，拢无法度伫即款的活动内面安怎来结连嘛？所以你就无可能就无成立啊。好，所以因的送向吼，缘由吼是伫遮吼一个概念安尼。啊，第二个咧，第二个因受苦的所在是安怎？受犹太人的谤毒吼。诽谤、谤动吼，啊，这件代志爱特别来讲吼。恁对这耶稣写互因的批，看见这两件代志，就知影讲，这间教会因的苦难是拢是对外口来的，拢是对外口来的，吼，来所受的压迫。毋过，咱拢会知吼，教会毋是完美的，毋过耶稣知影因的艰苦，所以伫即张批底底内面，你无看见耶稣甲即间教会责备，因为已经真艰苦啊。好，即间教会为着安尼，毋管是伫生存，还是讲伫信用顶面吼，因拢真受苦吼。所以耶稣无批评为着伊的名受苦的教会。好，即点咱会当合适起来吼，耶稣袂去批评为伊受苦的教会吼。啊，我头拄有讲起着他们受经济之苦啊，但是这点我要特别解说，当他们受的信仰之苦是啥物意思吼？因为我头拄有讲吼，这个城市它有政治的那个红利，对不对？伫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有宗教红利。宗教红利，宗教红利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咱即马是台湾的台湾人吼，所以咱没有办法感受那个什么叫做宗教自由。皇帝的庙，人民要不要去拜啊？怎么可以有特例？是吧？没有特例吧？哦，没有，犹太人就有特例，因为因真坚强的迄个。上帝信仰吼，犹太教的信仰吼，所以经历过任何政权都没有人可以打败那个犹太人的坚持吼，所以在政治跟管理的妥协上面吼，犹太人真厉害吼，他都可以争取到他的宗教自由，但是只有犹太教可以，其他的民族拢无法度吼。啊是你会想讲奇怪啊，这甲基督教会有啥物关系？不是应该是一体的吗？因为伫迄时吼，基督教会还阁无真清楚，安尼就是直接分道扬镳吼。所以伫迄当时，耶稣才对死，搁活了后吼，哇！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当然是伊的同胞犹太人啊。他说：“哇，这个真的是旧约说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信耶稣的人有一大群是安怎？犹太人内面安怎来信的？好，所以我们称之为犹太基督徒，安尼知无？但是伫迄上时，耶稣差派12个门徒安怎去传福音嘛？但是敢若传互犹太人听吗？无，所以迄当时嘛有外邦基督徒。就亲像罗马教会吼，罗马书伊是伊的会友的成员吼，有犹太基督徒，嘛有外邦的基督徒，合做一间叫做罗马教会，安尼，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吗？好，我就当做你们听得懂。所以伫这点内面，到底有啥物困难呢？困难的来自于吼兄弟啊。犹太教的犹太人甲犹太的基督徒，伫即点顶面吼，
就有无共款的看法。因为对犹太人的立场来讲吼，咱拢是亚伯拉罕的啥后裔后代吼，咱是后裔吼，所以我们理当要保守、谨守着犹太律法，对吧？结果居然在我们当中有兄弟去信耶稣啊！安尼就准拄煞，本地就想讲算了，反正都自己人。结果无拍算，基督教会伫迄阵是安怎愈来愈大，甚至是连外邦人拢安怎加入基督教会，加入基督的教会。所以伫迄阵时，对犹太教、对犹太人吼来讲吼，虽讲我的兄弟嘛是犹太人，伊信基督啊，但是呢，已经安怎不应该享受我们犹太教的宗教红利了，因为犹太人的宗教红利只能够怎么样？我们来定义啊，你应该甲阮同款，结果你走去信耶稣、信基督，教义不一样，所以现在犹太人的安怎去跟罗马政府安怎告密呀？讲这些人哦，不是犹太教，他们不应该跟我们一样怎么样享受这种宗教红利，他们没有去敬拜谁？政治效忠啊，应该他们要跟其他人一样啊。一般平民做什么，这些基督徒就应该要干嘛？做什么？他们怎么可以披着我们犹太人的血统，然后享受着我们犹太教的宗教红利，然后但是却又不是犹太，又是从犹太教分离出去的基督教会，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安尼兄弟姐妹，你们能够理解，是安怎恁咧读新约的时阵，有当时吼会安尼被搞乱了。所以我要讲吼，真悲哀，教会或者是信用的群体，通常拢是你这样一路看下来吼，都是自己人往内互打，自己人打自己人，都是往内互打。啊，伫基督教会内面吼，这犹太基督徒吼，受到了逼迫在这，所以伫迄当时他们一被告密的时候，因为罗马政府的法律开玩笑，就是公平、公正又公开，他一定会去访视，敢真正是像犹太人甲我讲的安尼吼，他们就会去审视吼，去审视这个犹太基督徒他们的宗教信仰吼，宗教信用安尼吼。会发现到呢，啊，应该迄犹太教无啥共掠起来，他哪会歪甲其他人共款吼，敬拜皇帝吼，所以这就是因所受的艰苦。所以伫即个背景下面，耶稣写批甲因讲，我知影你的行为，你的患难甲丧凶，佮受到这个自称家己是犹太人，但是伫耶稣的眼光内面，这个人毋是犹太人，伊是撒旦一伙的人吼，伊是甲撒旦行共路的人。虽讲他们的血统哦是留着犹太人的血统，不过因所做的代志，在耶稣的眼中，这就是撒旦会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要亲自甲苏米娜教会安慰讲，这个我拢知，这些我都知道。不过后边迄句话，基督徒准备好听。耶稣说，我都知道你所受的苦，你所受的患难和毁谤，但是我没有要救你脱离这个苦难。你有没有吓到吗？但是耶稣没有讲说，但是我要免除你的这些受苦，我要救你脱离这个苦难。不是，耶稣讲的那句话居然是，你唔免惊什么？要受的艰苦，你唔免惊要受的艰苦，将来要继续受苦，但是你唔免惊。兄弟姐妹有安慰到你吗？有吗？甲咱即马咱的信用甲基督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吼。咱受苦的时候，主啊，赶快救我脱离这个苦难。
能闪则闪，能避则避。我躺平就可以荣耀你，避不掉。哈？避不掉。避不掉，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避不掉，所以才要祷告嘛，对不对？对，才有信心。我认为这个观念有那么一点点差异。我不是说不行，因为这是耶稣写给西门来的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耶稣为什么是这样讲。怎么不是说你是我的名，用我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所以我的确要互你安怎刷去一切艰苦困难，互你保护你逃避这一些东西？不是耶稣所讲的话是，恁要受的苦，唔免惊，将要受的苦，不要怕。我相信这是上帝特殊的智慧嘛是真有气力的一句话。你会当伫圣经的各所在看到，上帝怎么带领人面对受苦或是苦难这件事。定定伫无同款的所在，耶稣出现，门徒惊着，学生惊着吼。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怕。但是若是教会面对的苦难，耶稣嘛是讲，刷下来会更加艰苦，但是免惊。所以上帝比咱更加明白人生是啥物。人生就像刚嘉宏说的，避不掉啊。你避不掉，就是一直闪就对了，对不对？不是，迄句唔免惊，是应允你有教业稳定甲气力，会当赢过，会当赢过。毋是我靠咱家己的气力，是耶稣迄句话唔免惊。这个唔免惊这3个字里面，带着上帝应允，带着上帝气力，甲带着上帝。互你的意向啊，当然会惊，当然会惊，所以你的气力伫倒落，就是你的信用伫倒落。而且耶稣实际来要讲，这个免惊，他带着有一个超越性的意象在远方，经过信徒，经过教会吼。耶稣讲，你着尽忠到死啊！头前是讲你无得惊，因为撒旦魔鬼刷下来，要用更较凶的方法甲你这个信徒安怎，互你落家。意思就是讲，让你们更惨而已，只有更惨。但是耶稣讲，甲因劝勉讲，你着尽忠到死。天哪！原来信仰是尽忠，不是尽忠逃避耶，不是尽忠就可以闪过，是尽忠到死。耶稣要亲身享受性命的冠冕予因。第二句话会当唔免惊，是因为得胜的袂搁再受第2摆的死。会害，袂搁再受第2摆的死会害。兄弟姊妹啊，这2个观点咱的人生无法度挖克中辈，也是有智慧的人类来甲咱教示。这个只能够从生命的启示，只能够从创造生命的主宰来人类来讲，来教会来讲。这2句话给了教会一个概念，所以我在我的灵修里面，我说。咱若是基督徒咱对人生的看法不是生老病死哪定，对吧？我都一直用一句很简单的方式帮我们记得，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观应该是生老病死，活是吧？复活跟生活是你对上帝遐来忙甲气力。你不应该跟世界是人的肉体有限，你只能最多就是看到我所听的人是伫我头前参加伊的告别式，
简单到安尼拿定。但是基督徒，你的信仰、你的性命的眼光，爱有格外的眼光啊！因为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的标示讲，咱死亡了后，还有第二摆是这个是天大的启示诶。那毋是对教会来领受来甲世界来讲，这个世界的人要安怎知？原来人生不是只有停留在死亡，不是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的信仰啊！这就是你对上帝话语所领受的。所以有时候人生遇到一些苦难，要记得耶稣嘛，赶快甲你讲，唔免惊。所以你会当有气来继续走。好，所以耶稣虽然无应允因救因脱离苦难，但是迄句话互因极大的力量来面对。我已经讲2间教会，你们应该要很想问说，所以牧师那个耶稣写完信之后啊，这2间教会后来嘞，有没有好奇？好，我帮大家整理初代教父。随便咱伫基督新教改革中之后，我们比较少去谈论第1世纪的初代教父、第2世纪的初代教父但是呢，因的批拢有留落来，因写互教会批甲因他们那个时候牧养的资料其实拢有留落来啊，我就简单甲大家介绍这2间教会手把手的第一任牧者。好啦，不能说第1任牧者啦，应该是说初代使徒接棒下去的第1代教父我们是这样称呼的。先讲上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后来因有悔改无？唔通离开恁起头的疼嘛，对不对？这是以弗所教会耶稣下有因的批嘛。后来嘞，好，这个证据呢，在西元大概110年左右那个伊格纳丢，这个拍谁？这台语我真正袂晓念，一个2个，没有啊。好，伊格纳丢伊有写一张批予以弗所教会，叫《致以弗所人书》伫这张批的内面，咱会当看到以弗所这间教会有领受耶稣所写的批，因为咱开始了这张批是伫主后90年写的约翰写的啊。伊格纳丢是接续这间教会伊格纳丢是安提阿的主教他是接续彼得的牧养所以有写批予以弗所教会所以伫迄张批内面，伊有肯定以弗所教会有悔改，有转来起头的。好，这是从这内面咱会当看到啊，这张批落长我先予恁知影出处伫遮。第2间教会伫咱今仔日所讲的这间教会，因的信仰有得到坚固无？好，坡吕讲，他接续着约翰牧养这间教会士美拿教会，所以他在主后115年过世应该是115年。这个主教是怎么过世的？第一个新疆话有一件，他是殉道的传道人也是主教那他是怎么殉道的？他掏钱挖工，他们被犹太人在嘛陷害嘛。这件事情一直延续到后面主后100-200年，这间教会一直都在被犹太人控告陷害。他们又不是犹太教的，他们应该要跟平民一样去敬拜皇帝，怎么可以享受宗教红利？不行啊！所以这间教会很多信徒都被陷害，甚至杀害。那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主教坡吕贾。在那当时呢，有人去告密了。好，那坡吕贾那当时的总督的差派兵丁去把坡吕贾抓来然后甲伊讲，你着诽谤基督，好，我着互你免得死。你要毁谤基督，我就免你一死
这件事情跟基督教传到日本有一个踏会的经验很像，虽然他们相隔了2000多年不过坡吕甲迄当时讲，在他的留下来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这样，伊讲。伫这86冬以来，我服侍上帝，上帝从来唔捌亏负我，我怎么能够亵渎拯救我的王？好，这个在他的在初代教父的书信里面有大量的一个证据把他的这一句宣告流传下来。不过的标是讲。他没有要否认基督，所以迄当时的总督的叫兵丁安怎放火甲坡吕甲烧无拍算烧袂起来，烧袂死。就想讲，鸟维那个是因为我们是知道，我心里想，怎么跟但以理一样，火都烧不死所以这个罗马总督但是说不甘心，怎么可以这样，拿刀子把他刺死。刺死了他就真的死了，最后才把他用火烧所以他就剩下一些骨头就是一些信徒就把他领回去了这样子。所以到第1世纪100多年这伊的主教，你就会当知影这间教会安怎，确实有7首耶稣当时写给因的批，因为90年嘛然后一直到100多年这样。这间教会一直都有认真持守这件事情，兄弟姐妹确实无简单咱的信仰敢会当受到耶稣的鼓励，讲虽梦死，犹原尽忠嘞。其实是不容易的，我用上尾一个观念来帮助大家，要至死忠心这件事，除非咱信仰的意向真清楚。管理学大师 Stephen Covey 有几句话我想在座应该蛮多人听过这一句话，叫做“以终为始”，就是你爱想到你的路尾来决定你即马要安怎开始。伊的概念是安尼，虽然伊是管理学的大师，毋过伊即个观念其实甲咱基督教信仰的观念是同款的。你若毋知影要安怎决定你的现在，兄弟姐妹，常常记得想一下，你人生的生命的终点在哪？我相信安尼会更较好帮咱教会来做现在的决定。愿上帝会安慰甲开来，充满伫恁中间，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是的，我们要为信仰、为相信你的名至始忠心，实在是无简单的代志。但是恳求你，也透过士美拿教会来鼓励高点教会，互阮伫信仰内面，无论拄着什么款的艰难，阮拢愿意为主的名虽梦死，但是忠心到底，愿力坚固。带领你的教会，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伫主的名内面来领受。伊所吩咐咱来守的圣礼典，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那属伫伊教会的陪参者，三角来守主的圣餐。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恩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记那着我当大的，着就顾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正人三角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嘛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照写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
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面，记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照写，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同心来感谢上帝。天父上帝，阮搭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差派圣神来分别阮罪性，也性别才会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领受遮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互阮的性命成做荣光你的名的器皿。阮安尼同心感谢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小会员。拍破，毋敢若是咱的信用，愿意甲咱无共款的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成做一体。拍破，有时真正就是付出性命的代价。总是上帝听教会，伊用时间、用礼仪来帮助咱、提醒咱是有稳定的，会惊，但是袂死。你着互你的信用，互上帝的圣神甲话语来起着你，来坚固你啊！伫新的一冬的开始，第一个主日，咱伫上帝面前领受伊的身躯，来成做咱今年的气来甲提醒。请问还阁有人无摕着饼的嘛？即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
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小会员。这个杯也是咧提醒咱，耶稣基督的宝血赢过这世间，赢过咱的罪恶，赢过人的误会。伫伊的血内面，生命会当得到更新，得到改变，得到毋茫。伫新的一年，愿咱拢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重新开始，重新得力。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请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感谢接纳阮的性命，分别阮做神的上帝。阮感谢你极大爱听，互阮有稳定领受这个圣餐，做培养阮信仰甲灵魂的食物。当阮为着过去来感谢，阮也要为着今年来仰望。愿主你的性命日日更新阮，互阮知，阮会当倚靠耶稣基督。有气力，有毋茫食做新创造的人，愿教会的性命永更主你的名，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用许多圣经来回应上帝恩典，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列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
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白上帝大边，伊要对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信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活命。阿门。回应诗492首，主当我有困难的时，请起立。请坐奉献，咱用稳定的心来用奉献感谢主。咱做伙来祈祷，阿爸爸上帝，伫今年的头一个礼拜，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知，毋管是好嘢，也是丧香；毋管是喜乐，也是痛苦，阮拢是有稳定的，因为阮有你通倚靠，你是阮的阿爸爸。伫新的一年，依然还阁有真侪挑战，嘛有可能有侪的苦难，但是你爱阮免惊。你爱阮谦卑追求你，你爱阮每一日拢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将阮的性命，搁一摆放伫你的面前。阮仰望伫阮性命的路尾，得到你的称赞，得到对你遐来性命的冠冕。阮伫你面前的奉献，要做阮衷心的回应。
恳求你使用甲祝福。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伫耶稣的内面。阿门。请坐。这是来介绍新朋友。没有。哎，我刚刚在讲到的时候，我就有先看到了美玲姐吗？令美玲。哦，足久无看的，至少有7档无看。美玲姐哦，很开心看到你哈，之前拢参加下晡华语礼拜哈，还有配音，耶！我头那里徛里面，我说哇，好开心看到你们。我跟你讲，还好我还没老吼，所以大概你们那个被我扫描过那个脸面的哈，我都还会记得你们的名字。但是如果哪一天我大概就是2A 1 B。1A 1 B 的时候，他差不多就是我也老了哈，真欢喜哈！今年的第一个主日，真欢喜哈，咱都会当看到兄弟姊妹哈，上帝所听的亲人哈，甲朋友哈，所以咱来互相来请安。好，我有没介绍到的吗？没有，谁？好，然后在副堂后面哈，有那个叶慕琴老师林嘉恩，他老那个师长哈，跟我们嘉恩执事是一样啊，还有彩欣，好，那迎来甲咱斗相共哈，1月11号的活塞，好欢迎。好，咱互相来请安，前后左右打招呼，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咱有病痛中的、休养中的，等来到伫咱的中间吼，嘛愿意请安，愿上帝祝福恁。好，那我们这样就好。新年快乐！咱掀开咱的周报，咱的第4页，然后本周的根据，咱要报告大声，来，咱来先读一遍。有健康的，就听信行甲这的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决断无受到第2摆死的害。启示录第2章11节。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必不受第2次死的害。启示录第2章11节。报告消息，第一项，本周日举行的圣礼典，礼拜后中昼12点要伫副堂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备办心参加。第二项，礼拜早资讯组的报告。咱今年第1季的活塞表，1至3月已经放伫招待道顶面，请咱活塞的人员家己摕。咱若是有时间，你若不方便，也是要变换，也是要调换，咱请提早甲咱的玉珍执事，也是妇孺执事，也是办公室的干事，咱请活塞人员备办心。咱旧年母亲节，咱教会有每一个家庭有翕相真水的相片，咱也家己摕回去。你也是未摕到，即马咱拢集中伫办公室，可以带回去，咱来做纪念。第三，咱在1月1月11号礼拜下晡1点，教会有举办音乐会分享风思念古亭音乐会分享会。咱要甲社区的连结，咱有合唱，也有个人的演奏，甲咱教会真侪的伙伴，甲社区的连结，请咱会友咱会当
预留时间来邀请咱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是足难得的音乐会飨宴。会后咱有茶点点心要做分享甲交流。第四，咱团契咱财务组定后主日，咱要检查核对各团契2025年7月到12月的校谱，咱请各团契财务同工备办。第五项，咱各组的组长甲团契会长，下主日11月11日前，咱爱提供合会手册的资料给干事。咱包括咧2025年的施工报告决算表，甲2026年施工计划预算表，咱要来编排2026年合会的手册。第六，咱主日的插花奉献哦，咱主日的插花就是头前这真水的插花的奉献。咱900块每一周900，咱有登记，咱今年度的献花，咱900块来交予玉珍执事还是妇孺执事。第7项献歌队的要聚餐1月17号拜六下暗6点，地点伫天然台餐厅。地址咱家己看。要参加的兄弟，咱会当甲献歌队佩珊队长报名。1月份的寿星生日快乐！咱今年稍微做改变咱会当呢很自由的很喜乐的，然后呢，你若要分享，会当来头前。你若不便，也是你感觉我无自在，我要徛伫咱的原位也可以，咱来接受咱大家祝福，无事祝福祈祷。名单咱家己看，若有今仔日有来到咱中间，也无伫这内面的名，咱会当甲干事更正。好，团契消息，青年团契本周礼拜后，咱要伫教育馆来聚会。妇女团契1月份的月例会伫1月10号，礼拜六。一礼拜拜六10点，要高声诗班的练唱，为着咱的1月13拜二7星中会妇女施工部伫西小区，伫咱的本教会聚会，咱中间有请科牧师主理。分享是陈一志牧师来分享。咱请大家拜二若下晡时间，虽然无高声来献诗，咱无参加的姊妹，咱会当来邀请大家来参加。下晡1点半开始。儿童主日学，准12月。去年的12月28甲今年的2月7日，北师师生的举行拜六的信用艺术对话系列课程。今仔日儿童主日学有24名，咱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带领小朋友去认识基督教艺术。然后参观石膏翻模的像，然后咱为着儿主出入平安来关心跟带导。以下咱献献会甲讲道甲服务师。好，咱刚才有看到周报咱的迄个庆生会不一样了让你们害羞的人更自在，是不是很贴心我跟嘉威长老也要用卡片我们这个是手工亲自的还在请寿星你若愿意就子玲姐马上就尿遁不是好，我们有没有1月份的心意长老？是吗？秀琼长老娘，心意长老，我就欣赏你这样。还有没有
其他的？玉雪长老、杨珍姐、娟秀姐。耶，看起来我们有写卡片哦，是不是很贴心？手工哎，娟秀姐，还有呢，伟盛，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有在场的，好，跟线上的1月份的伙伴吼，生日快乐！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感触啊。因为我们没有面这昨咖啡长了就传讯息给我讲，请我代表1月份的寿星来分享。其实我是爱人，大家敢知？我真爱。啊，感谢主，阮伫个过去这几多年吼，一直伫个教会生日快乐。啊，我今年吼满50岁，所以算讲是，你敢知影？我若是听到人讲50岁的这个老翁吼，我就想讲，你讲50岁老翁，我就抗议安尼吼，就50岁只能说大叔吼，所以阮真感谢上帝，阮伫个规家伫个教会成长，嘛祝福大家新的一年会当身体健康哦，上帝祝福满满，感谢主。你有想要讲吗？你有想要讲吗？谢谢我们所有的那个敬拜团的团员，他们每一天的歌声，让我们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幸福，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成长。谢谢你们一切的努力，让我们每天能够在主的爱中得以有每天的盼望、喜乐、平安、幸福。谢谢你们大家，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谢谢你们，谢谢，没有你们，我们好像。嘿，上帝的圣神吼感动，好，那我这时要邀请咖啡长了，来分享。其实有伫想讲安怎互大家伫庆生会的时阵会较自在，所以我伫就无安尼写。其实安尼写毋是讲叫大家都莫起来，其实你嘛是会当起来。毋过我昨伫想讲要邀请即个月寿星来做分享的时阵，我当然爱想找同工。但是我昨日想，其实我昨日想的想就讲，新义今年几岁？其实我想讲伊跟咱。我想讲伊是60，我想讲伊是，不是，我想讲伊是，我想讲伊是68年处，68年次，68年次，我就想说那不是他，也不是什么大寿，但是他今天讲他50岁，我真是吓到了，你真的50岁了吗？好，所以今仔日真正我感觉嘛是真拄好和新义长老做分享，伊50岁，以前不是有一首歌吗？隔壁老人做51岁，爱送大家吃红菇粿。所以咱听好，新义长老生日的时阵，送咱食红菇粿。其实这个月是第一届这款的方式，请咱期待咱每一个月的生日，你生日迄个月第一礼拜，你绝对无欠息，因为每一届的庆生会拢有彩蛋。无一定这款的形式，咱会当期待。祝大家生日快乐！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的性命日日更新，是在伫你的稳定。为了1月份的寿星，献上满满的感谢，求你会保守你的圣神，你性命的稳定，充满伫因，也愿因所行的路是伫平安、幸福的内面。愿咱的同心感谢祝福，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生日快乐哦！这是啥？咱同心来祈祷。伫新的年，上帝啊，
恳求你赏赐阮新的生命，加做阮生命的提醒，加做阮一当开始的祝福。主，阮要用望、用欢喜的心来领受你要赏赐阮的2026年。为了伫阮中间侪侪身躯欠安、心心无平安的人，仰望主你的力量，愿你所应允安慰的话，互阮得到快乐。因为你捌讲，虽然有艰苦，但是免惊。恳求你，互阮会当伫真实的平安内面，毋免惊。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唱落尾的圣诗，请起立，咱唱2摆。愿主愿主旨意伫这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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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愿主的旨意成就伫恁的生命的内面，愿你生命内面所会拄着的艰苦、甲未知的恐惧，拢伫伊的平安内面得到保守。愿你虽梦会惊，但是主的安慰，互恁免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灭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再来起身。新年快乐！慧智，你要赶快来把蛋糕拿出去，是不是？各位弟兄姐妹，咱今仔日的人没有很多，因为儿主他们整团拉出去国北教上课所以麻烦你记就爱吃完一个给能哥加理亏哦，好不好？你们留在这边，我跟蔡冰阳。